家乡村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郭台铭甲郭文泰昨暝拢去参加台北市客运车工会普渡平安餐会。虽然双方伫同一个场合点30分钟，但是拍招呼、小酒问数无到1分钟，两个人的互动有淡薄仔硬摇，甚至郭台铭当场来问郭文泰讲，啥物时阵要做伙来啉果汁？郭文泰甲应讲，结果联络就快闪离开了。也阁有，这个郭台铭伫台顶致辞的时阵，郭文泰宁可徛伫个舞台的后壁等半点真久，嘛唔肯到头前去坐倒。外界就警惕讲，像安尼，在野阵营是要安怎整合才好咧？大造势进场，郭台铭走地形爆摊，人气呛呛困。不过台北郭文泰主场，两个人小赌，秘书拢感觉真爱叫。我已经把所有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地方，我会跟大家讲，会整到了科学解决方案，帮你们赚更多钱，好不好？我想大家在吃饭哦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可以多赚一点钱就多赚一点钱了。郭文泰过来伫咧致辞，大概过档，就安尼公共长谈，两人伫咧同一个所在半点钟，实际交流煞到有1分钟。龙潭都死了啊！龙潭都死了，好，可以拜拜。有机会再次，你要什么时候就喝果汁啊？过档的小酒啉果汁，不过上过头出动，郭文泰甲人硬讲，多谢搁再联络。桌顶特别传来咖啡、古灵茶，郭文泰嘛一喙拢无啉。奶茶是要准备给柯主席的吗？是不是？真的很可惜，没有喝到奶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妹妹，奶茶我自己喝要喝的，不好意思，他自己拿，这是我自己要喝的，我这杯要喝完再喝下一杯。既然你袂啉，然后我全部拢要提，甲全部情绪拢挂互他。他讲话你们没听到？没有，太吵了。我也没听到。秘书感觉真委屈，毕竟活动一个开始，郭文泰就无想要入车，甘愿伫咧舞台边徛半点钟。很多动算，不要，我们有志工，就自贡也不用。老虎过档上尾温柔，谈整合，欢喜新蛋糕爱买冲崩过，才个讲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